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含300种的美国猪肉，确定明年元旦进口台湾。国民党的党主席江启臣串联全台湾22个县市议会国民党团的成员，共同来号召反赖猪公投连署书，目标伫明年的2月底之前要募到50万份，要甲战线扭到明年8月28反赖猪的公投，呼吁人民站出来，用选票来决定家己要食啥物猪肉。 反赖猪、停公投、护食安。内地甲行行政命令表决通过，明年元旦就要上路。针对部分县市地方自治条例规定300种零检出和行政命令有冲突，国民党开记者会来讲，中央的源头已经放火，将食安管理的重担丢给地方政府，那么就应该要尊重地方制度，有更高的食安标准。 而且要给予足够的稽核人力跟预算，因为有名店家打台湾猪的标章是这相上进口猪，新草标示保证，敢若无啥透动。不然若是有厂商想要乌白搭，消费者根本分袂出来。我们不论是看到台湾猪的标章，或者是卫福部也很荒谬的自行下载的台湾猪标章，这2种通通都不可信，人民 完全失去了选择权。国民党出动全台湾的人力，串联各县市议会党团协调各县市提出措施，嘛规划2项公投案联署的相关作业，要办全面性的活动，互公投成立，互反赖猪的民意会使具体来呈现，袂使干那一种声音。